销法国的肥皂盘、沐浴瓶售价6到10欧元，比本土售价多好几成的利润，这是 MIT 的品质保证。连日本知名饼干包装罐都指定下单。最早的发起应该是在日本开始做，那做到后来就是转移到台湾来，好了到我们这边来制造，我们做的品质状况还可以。那后来我们这个也有外销到日本去。曾是全台最大装饰陶瓷的出口商，极盛时期徐有焕的工厂一年营收8000万，但荣景在产业外移大陆后衰退，无可避免面临转型之痛。当然，我们的内心的深处认为说，这个有前途性、有未来性嘛，说一定要成功啊，就是说告诉自己一定要成功。上百名员工只剩1%，100%外销要转做内销，做观光休闲村，起初完全不被看好。说自己应景的徐永焕坚持跟留家乡。以前都是关着门不让人家参观嘛，台湾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当然物以稀为贵嘛。然后呢，你只要真的要看工厂，可能要到大陆去，所以在这边都可以很切实的看到，不用坐飞机也有这个价值存在。2008年推出了主题式产品鼠来宝，获得一乡镇一特产的最佳设计奖，成功背后的苦涩已然淡去。当年擘画的远景现在落实，12年拼搏耕耘，终于欢笑收割。我们是全年无休，我们台风也上班了啊，真的啊，那所以董某喊哦，很忙吧？那没时间后不用聊。哦，没时间后不用聊，你没有时间可以休息。对。这些装饰陶瓷随着订单移转到大陆生产线的式微，于是乎都成了绝版品。徐老板虽然说自己是保守的客家人，但是当年决定要产业转型的时候，做出的那个毅然决然的决定，现在果然开创新的局面。董某行后，没时间后不用聊。董某行后，没时间后不用聊。